使徒行传第21章。28正人了后，阮开船一直到高斯，过日到罗底，对遐去拍大蜡。伫遐拄着一只要过去腓尼基的船，阮就上船出发。阮来到看袂到塞浦路斯的时，对南边西过，去苏利亚，伫泰尼落船，因为船要伫遐落货。阮找到一寡门徒，伫遐甲因待7日。因得到圣神的指示，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。阮甲因离别的时间到，就离开，继续阮的路程。因拢带因的某囝送阮到城外，伫海边跪落去祈祷。互相3时了后，阮上船，因倒去因兜。阮继续航程，对泰尼去到多利麦，伫遐甲信徒请安，甲因待1日。隔日，阮出发去凯撒利亚，伫遐住伫传福音的腓力的厝。伊是耶路撒冷迄7个执事的一个，伊有4个还未结婚的查某囝，拢做先知，会讲预言。阮住伫遐几若日的中间，有一个先知叫做阿加布，对犹太落来，伊来找阮，摕保罗的腰带绑家己的骹甲手，讲：圣神安尼讲，这条腰带的主人画伫耶路撒冷，亲像安尼互犹太人绑起来，然后交互外邦人。阮一个听到，就甲迄所在人苦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。保罗应讲：恁若哭甲安尼，互我的心用要喙去。我为着主耶稣的名，毋若伫耶路撒冷互人绑，甚至伫遐死嘛甘愿。伊毋受苦劝，阮就点点，就讲：愿主的旨意实现。几若日后，阮准备好势，就上耶路撒冷。有一寡对凯撒利亚来的门徒嘛甲阮去，带阮去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厝住，伊是早期的门徒。阮到耶路撒冷的时，信徒热情接待阮。隔日，保罗甲阮去访问雅各，教会正长老拢伫遐。保罗甲因请安，然后将上帝通过伊伫外邦人的中间所做的工作，一项一项对因报告。因听了，拢归荣光互上帝，对保罗讲：兄弟，你知伫遮有几若万犹太人正做信徒，因拢热心遵守律法。因有听到你假是住伫外邦的犹太人，叫因放弃摩西的律法，毋免甲因的囡仔行割礼，嘛毋免守犹太人的风俗习惯。因一定会听到你来遮的消息。安尼要安怎？但就照阮甲你讲的去做。遮有4个下原的查甫人，你带因做伙去参加洁净礼，退因纳所费，互因通剃头。你安尼做，众人就知，因所听到关系你的事，毋是事实。搁知你家己嘛有伫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不过对已经做信徒的外邦人，阮已经有写批甲因讲，阮有裁决，叫因毋通食祭偶像的面、血、甲拟死的精生，嘛毋通有淫乱。隔日，保罗带迄4个查甫人，甲因做伙去参加洁净礼，然后入去圣殿报告洁净礼什么时满，通为着因逐个人献祭物。7日的期特别满的时，一寡对亚细亚来犹太人有看到保罗伫圣殿内，
就煽动群众掠保罗，话讲：以色列人来斗相共一个，这个人逐所在甲人反对以色列人甲摩西的律法，嘛反对这个圣殿。现在伊阁敢带希腊人进入圣殿，污染这个神圣的所在。因为因有看到有所人直落飞毛，甲保罗做伙伫城内，想讲保罗有带伊入去圣殿，全城扰乱起来，民众拢走外来，因掠保罗，甲伊拖出去圣殿的外面，殿的门随时关起来。因都想要杀保罗时，有消息传到罗马军营的指挥官遐。讲全耶路撒冷得去扰乱，指挥官随时带兵甲军官走到民众遐。民众一个看到指挥官甲兵就停手，无搁拍保罗。指挥官我去掠保罗，叫人用2条铁链甲伊连地，搁问伊是啥人，有做甚物代志。群众一个画一款，因为乱吵吵。指挥官无法度通知实情，就命令兵押保罗入去营房。保罗伫要爬起来时，因为群众向界界，兵煞着甲保罗赶入去。群众缀伫后面话讲：何死！保罗拄要互人带入去营房的时，对指挥官讲：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袂？指挥官问讲：你捌希腊语哦？安尼你就毋是迄个无久以前造反，带4000个杀手走去抗压的埃及人咯？保罗应讲：我是犹太人，出世伫基利家的大数，是一个不知有名的城市的市民，请你准我对民众讲话。指挥官允准，保罗就徛伫溪仔顶对民众比手势，众人拢点落去的时，保罗用希伯来话对因讲话。